喺高性能鋼炮同跑車嘅世界入面，AMG 終於發表全新 CLA 45 4MATIC Plus 呢部車正式宣布，但我哋踏入純電新紀元。佢唔係就咁將電摩打同電池塞落車身咁簡單，而係直情將佢哋頂級大佬 AMG GT 4門轎跑車嘅賽道黑科技原汁原味咁下放到呢部 CLA 身上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哋頻道，我哋係會不定期為大家帶來不同汽車新聞或者試車短片。如果中意就記得訂閱同加入會員啊！廠方今次仲好有誠意，一出就出齊4門轎跑同5門 Shooting Brake 兩個版本。部車擁有高達680匹嘅峰值馬力，0至100加速最快只需2.7秒。如果用標準靜止起步都只係3秒，絕對係超跑級數。呢部車唔單止拆寫咗 CLA 家族嘅歷史，直情打破埋傳統燃油鋼炮同純電代步車之間嗰條界線。呢部車之所以可以咁橫行無忌，全靠底盤下面嗰套極度瘋狂嘅動力佈局。AMG 今次真係發神經，喺 CLA 45身上塞咗3部極具革命性嘅軸向磁通 Axial Flux 電摩打，佢係用咗前一後二嘅配置。呢種摩打同普通電車完全唔同，結構呈超扁平嘅圓盤狀，前摩打得9厘米厚，後續雙摩打仲誇張，得8厘米。雖然體積細，但能量密度高到嚇死人。後續雙摩打結合咗單速行星齒輪同水冷碳化直變頻器，單係後續就已經可以源源不絕爆發出680匹嘅狂暴馬力。至於前速摩打就負責做智能增壓，提供額外約360匹動力，而且仲有自動斷開裝置，平時斯斯文文巡航會自動斷開前軸，減低阻力，一俾大油就無縫切換翻4輪出力。呢套強大嘅系統配備一塊94千瓦時嘅大電池，陽極仲用咗最新嘅直氧化物，能量密度升咗2成。續航力方面，Saloon 版 WLTP 續航超過670公里 ，Shooting Brake 都有超過640公里，加上800伏特高壓系統，330千瓦，直流快充由10%充到80%，只需要22分鐘，充10分鐘就可行走270公里。揸電車嘅續航焦慮喺呢部車根本唔存在。不過話分兩頭，淨係行直線快，又點算得上係 AMG？要將咁癲嘅動力轉化為人車合一嘅操控，先至係班工程師嘅真功夫。全新嘅 AMG Performance 4MATIC Plus 主動式4輪驅動系統，因為有3隻摩打完全獨立運作，扭力分配直情可以做到隨心所欲。後續嘅主動式扭力分配 Torque Vectoring 技術，更可以喺入彎嗰陣將動力直接側落外側輪圈，令部車入彎好似行路軌咁穩陣。配埋 AMG Ride Control 運動化懸掛、鍛造鋁合金連桿同埋3路電子阻尼避震，部車可以毫秒級速度自動調校避震軟硬。飛車嗰時，部車可以更貼地。為咗等你喺極速之下都玩得穩如泰山，新車仲首次加入同級首創嘅主動式空氣動力學科技。Saloon 車尾有隱藏式主動尾翼 ，Shooting Brake 就巧妙地將尾翼收埋喺車尾，平時低速行駛就同車身融為一體。一去到時速145公里或者開咗熱血模式之後，尾翼就會自動升起，提供最強下壓力。車頭嘅主動式鬼面罩同樣聰明，如果部車唔需要散熱，佢可以一直保持關閉，時速去到250公里都得，將風阻係數壓縮到只有0.23 CD， 真係好誇張。至於駕駛體驗，喺 AMG Dynamic Select 就提供咗7種截然不同嘅駕駛模式。要後驅有後驅，要慳電有 Eco， 要舒服有 Comfort， 要上賽道狂飆仲有 RAC 模式。不過最令我哋呢班汽油車迷心動嘅，一定係首次登場嘅 AMG Force S Plus 模式。喺呢個模式下，全車嘅音響會用實時混音技術，播出由傳奇鋼炮 A45S 身上實地收音，超過1600條嘅真實引擎聲同埋縮油放炮聲。最癲嘅係系統喺會模擬埋轉波嘅時候，會特登製造短暫嘅動力中斷，加埋前排座椅嘅震動器 Seat Shakers， 完美同步引擎轉速嘅物理震動。望住個儀表板跳動嘅轉數，真係連燃油車嗰種熱血靈魂都還原埋出嚟，真係抵讚。至於車廂裏邊 CLA 45嘅科技感與賽車氛圍真係推到極致。部車採用純4座設計，前面配備包覆感極強嘅 Artico 皮革同 Micro-Cut 微纖維運動座椅，襯埋鮮紅色車線。另一個最搶眼賣點一定係第4代 MBUX 智能系統，今次一次過整合咗 ChatGPT、Bing 同 Google Gemini 3大 AI 巨頭。車入邊個虛擬助理唔再係冷冰冰答你問題，而係可以同你傾偈交流。
中意跑山或者落 track 嘅朋友，套裝仲包埋 AMG Track Pace 賽車教練軟件，會幫你將賽道嘅最佳線路、剎車點用 AR 技術投射喺 Head-Up Display 抬頭顯示器上面。你仲可以用 AMG Performance 界面睇 MBUs 畫面，睇晒摩打輸出、電池溫度同側向 G-Force 數值，所有嘢一目了然。外觀方面，樂氣十足，車頭仲上 AMG 家族式嘅 Panamericana 直瀑式水箱護罩，兩側前翼子板大幅向外伸展，成部車營造出一種低趴寬體嘅跑車神態。全車軸佢有2790毫米，側面配埋高亮黑 AMG 側裙，視覺效果貼地到飛起。不論係 Saloon 嘅轎跑斜背，定係 Shooting Brake 嘅優雅獵裝線條，都係靚到冇得頂。Shooting Brake 嘅全景天幕頂仲有一層隔熱薄膜，既有開揚感，又唔會曬親。車尾下邊仲有6度導流鰭片嘅超巨型擴散器，仲可以揀19寸或20寸嘅切削輕量化雙色輪圈。呢幾年出咗好多標榜環保、好快、好靜嘅純電車。老實講，雖然佢哋起步快，但握住方向盤嗰時，內心往往有種莫名嘅冷清，甚至覺得有啲悶，因為電車抹去咗引擎嘅呼吸，抹去咗轉波時嗰個衝擊，令到開車變咗純粹點對點移動工具。但當我睇完呢部全新 AMG CLA 45嘅設計同心臟之後，我真係好佩服車廠嗰班工程師嘅浪漫同偏執。佢哋冇同電車時代妥協，而係用最頂尖嘅黑科技去留住我哋最愛嘅燃油魂。最感動到我嘅唔係佢2.7秒破百嘅速度，而係佢哋會為咗一個模擬聲浪走去幫 A45S 錄咗1600次音軌，連轉波震動同座椅搖晃都做埋出嚟。呢啲就係識車之人先會做嘅事。我哋要嘅從來都唔係冷冰冰嘅數據，而係人車合一嘅激情。呢部 CLA 45成功將環保與熱血之情嚟個結合。日頭你可以開住佢斯斯文文、體體面面去面對日常嘅柴米油鹽。深夜嗰時，當你獨自一人走上無人嘅山路，一轉熱血模式，嗰份熟悉嘅機械脈搏同680匹嘅電車狂步隨即甦醒。呢部車唔係向燃油時代告別，而係用現代科技向我哋嘅熱血燃油魂致敬，係一場好 hardcore 最體面嘅現代汽車救贖。你對呢部車又點睇？大家一齊留言傾傾。想知更多最新汽車資訊，記得 like 同 follow 我哋 Car1HK。